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七，無染着陀羅尼品第13。爾時世尊告具受舍利子：今有法門，名無染着陀羅尼，是諸菩薩所修行法。過去菩薩之所受持，是菩薩母。說是語言，具受舍利子白佛言：世尊，陀羅尼者是何句義？世尊，陀羅尼者非方處，非非方處。作是語義，佛告舍利子：善哉，善哉，舍利子！汝於大乘已能發起，信解大乘，尊重大乘。如汝所說，陀羅尼者非方處，非非方處，非法，非非法，非過去，非未來，非現在，非是，非非是，非緣，非非緣，非行，非非行，無有法生，亦無法滅。然為利益諸菩薩故，作如是說。於此陀羅尼功用正道理趣勢力安立，即是諸佛功德，諸佛禁戒，諸佛所學，諸佛避義，諸佛生處，故名無染着陀羅尼最妙法門。作是語言，舍利子白佛言：世尊，唯願善逝為我說此陀羅尼法。若諸菩薩能安住者，於無上菩提不復退轉，成就正願，得無所依，自性辯才，獲希有事，安住聖道，皆由得此陀羅尼故。佛告舍利子：善哉，善哉，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說。若有菩薩得此陀羅尼者，應知是人與佛無異。若有供養尊重，承事供給此菩薩者，應知即是供養於佛。舍利子，若有愚人聞此陀羅尼，受持讀誦，生信解者，亦應如是恭敬供養，與佛無異，以是因緣獲無上果。爾時世尊即為演說陀羅尼曰：Tathayata Sandharani Apadarani Susampratistita Sunama Supratistita Vijaya Bala Satya Pratisinja Suruha Sinja Namati Upadani Apanamani Abhisidni Abhiyakara Supapati Sunisita Bahugunya Abhyapada Swaha。佛告舍利子：此無染着陀羅尼句，若有菩薩能善安住，能正受持者，當知是人若於一劫，若百劫，若千劫，若百千劫，所發正願無有窮盡，身亦不被刀杖、毒藥、水火、猛獸之所損害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此無染着陀羅尼，
是過去諸佛母，未來諸佛母，現在諸佛母。舍利子，若復有人以十阿僧祇耶3000大千世界滿宗七寶奉施諸佛，及以上妙衣服、飲食種種供養，經無數劫，若復有人於此陀羅尼乃至一句能受持者，所生之福倍多於彼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此無染着陀羅尼甚深法門，是諸佛母故。是具受舍利子及諸大眾聞是法已，皆大歡喜，咸願受持。